先生，您是开农业搬运车摔跤吗？先生，迄是农业搬运车得到的，迄唔迄？先生，迄是农业搬运车得到的，迄唔迄？是的，俗话说倒霉真倒霉，走路一直跌。嘿，修义讲，水水水，行路七七跌。嘿，修义讲，水水水，行路七七跌。却跌到这么严重，啥得到人血力？啥得到人血力？头部有撞到吗？头哪就碰触嘛，头哪就碰触嘛。没有撞到头部，但是整个左脚好痛。冇帮助头哪，不过规支倒咧的桥走起咧，冇帮助头哪，不过规支倒咧的桥走起咧。您是左脚先着地吗？迄个倒咧的桥先碰触体，迄唔迄？迄个倒咧的桥先碰触体，迄唔迄？对，错错，胸口、肚子有撞到吗？胸坎、膝肚就碰触嘛，胸坎、膝肚就碰触嘛。有撞到。您现在会不会痛？有帮错，现时要切嘛，有帮错，现时要切嘛。有一点。有一条啊，有一条啊。请您手举起来活动看看，胸口会很痛吗？还好。将现手徛起来，天同仰望，胸坎袂真切嘛。也好，将现手徛起来，天同仰望，胸坎袂真切嘛。也好。您现在最痛的地方是哪里？现实挑切的蔬菜很腻味，现实挑切的蔬菜很腻味。左脚。倒桥，倒桥。左脚这个地方吗？倒桥一个蔬菜迄咩？倒桥一个蔬菜迄咩？没错。冇唔错，冇唔错。俗话说，男怕脚肿，女怕头昏。人讲男强脚肿，女强跳粉。人讲男强脚肿，女强跳粉。您的脚看起来肿得蛮严重的。迄个桥硬起来肿到真犀利，迄个桥硬起来肿到真犀利。我们先帮您照 X 光。我人先甲现照天光，我人先甲现照天光。好。好，好。您之前有没有药物过敏的情况？现真浅就药物过敏的情形嘛？现真浅就药物过敏的情形嘛？没有。冇，冇。有没有开过刀？有开过刀嘛？有开过刀嘛？也没有。冇冇，冇冇。了解，请您旁边稍坐，我先帮您的脚做固定。了解，将现便粉坐下，爱先甲现的桥固定好势。了解，将现便粉坐下，爱先甲现的桥固定好势。照完 X 光后，再看后续治疗方式。天光照了，转过来仰望，接落来的治疗方式。天光照了，转过来仰望，接落来的治疗方式。好，谢谢医师。好，落垃圾线。好，落垃圾线。